Hello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梁老師，今日咧想同同學仔分享呢本繪本，叫做《站在陽光下》。故事嘅主角係一隻叫做米羅嘅小狐獴。原來咧，狐獴家族做咩都中意一齊嘅喎。佢哋咧會朝頭早好早咁樣一齊起身去睇日出啦，然後就會一齊去揾嘢食啦，跟住之後咧一齊曬太陽。喺傍晚嘅時候，仲中意一齊睇日落。然後一齊翻屋企瞓覺嘅。不過咧，米羅就好唔中意呢種生活啦。佢好想咧自己朝頭早可以瞓晏啲，可以自己去遠啲嘅地方揾嘢食。好想咧自己可以夜晚嘅時候留耐啲去睇好靚嘅星空。於是有一日，米羅就決定離家出走啦。不過離家出走嘅日子同佢所諗嘅好唔同啊！佢即刻就遇到好多困難同埋危險啦。小朋友想唔想知道米羅究竟遇到啲咩困難，而最後佢又點樣逃離呢啲危機呢？如果你想知道嘅話，就快啲去圖書館借呢本《站在陽光下》啦。下次就輪到你哋介紹好書俾梁老師睇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